压起来。过里行大部分是中国人，查甫是穿白色长衫，一律是拢子，迄是啥物帽子？哎，这看看到底是啥物麦秆帽子？所以我当下这种论述，可能我是外国人，都唔知1930年代，这应该1928年诶，中国上海到底是啥物情形？而且，足久之前，阮的厝边有一个就是上海来，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前，上海就敢有800万人口伫遐大，所以那就是一个大都市啊。麦秆帽。